野丫头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干什么？连我都毫无头绪的取掉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现在你认输退赛，跪下来唱征服还不算晚。小丫头，不是我为难你，这3个音阶……哎呀，这小孩动了，难道7步之内他真的能原创出一首金曲？看他这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应该是想到了。我相信这个小姑娘。松少，这小丫头片子不会真能写出金曲吧？这3个音阶，就算是天王天后来了，也不可能在7步之内创作出一首金曲，更何况这个人。